除咗抽獎禮物之外咧，我哋今晚仲有一樣咁精彩嘅遊戲環節。我諗呢個遊戲環節咧，大家都非常之期待㗎啦。咁所以我諗今晚真係由而家開始，直到我哋去到晚宴完結為止，大家都記住玩得開心啲啦。好啦，唔講咁多，正式開始我哋呢個時間一個好重要嘅時刻。因為頭先都講過，利基控股有限公司一直都係致力立足於香港頂尖建築公司嘅行列，去致力成為客戶們啦、分判商、供應商以及係合資企業嘅首選合作伙伴。同時之間，我哋都改善咗好多社區嘅建設，亦都提高咗微先。準備好嘅就俾啲掌聲我聽聽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聽到除咗掌聲之後，仲有歡呼聲咁啊，太好啦！其實呢啲掌聲咧，除咗係話俾我知你哋已經 ready 今晚玩足一晚之外咧，亦都係俾公司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利基控股有限公司一直都係致力成為香港最頂尖嘅建築公司。其實呢一件事係有賴現場咁多位同事們你哋共同嘅努力。過去一年咧，相信大家都克服咗好多嘅困難。見穿你怕人生無數夜晚也有你的問候，但微妙變化停留太久。試問在這虛構路軌，應該不要提做乜浪漫有關係。如果不喜歡我，為何還在折磨？連手都已拖過，卻已拖到第7天，怕結果全跟我笨。原來妄想過問，自實你也落閘，或未想走。這浪漫神秘全部焚毀。如果不喜歡我，為何還在折磨？連手都已拖過，卻已拖到第7天，怕結果全跟我笨。原來妄想過問，自實理你不知怎麼被困。總好過做了等，用浪漫雙手去擺脫你不肯。顯都喜歡我，除非多了一個，全跟我笨，原來我想過問。事實你也落閘，或你擔心太近，還手會震，直接歡樂放上燈，準發問喜歡我，又為何令我難受？相隔這麼遠，未發現你愛我，不必再做好友，講清講楚別自由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好，大家好嗎？俾啲聲你聽下先，好唔好啊？哇，今日大家都好熱鬧，咁就係啦，再自我介紹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油美 Yumi， 好高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表演。Hello， 大家。
好，啱啱咧我就唱咗一首慢歌啦，咁我就啱啱出咗首新歌，但係我諗咧大家咧認識我唔，大家都可以同我一齊跳，我會更加好開心。好，送俾你哋初戀。飄上